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5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是周末，胡适没有交易。我看国家网信办会同金融管理部门依法处置一批散布资本市场不实信息、开展非法荐股、炒作虚拟货币交易等账号网站，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有这个爱股票 APP， 有这个侃哥说财经、火哥聊加密，总之都是骗。什么非法荐股，抖音账号侃哥说财经、落叶巅峰，微信公众号小海豚大梦想、风清扬大侠，微博账号滥杀淘金侠、牛遍天下，通过煽动性或暗示性话语引导投资者付费加群，跟投买入个股，暗示预测个股走势，宣扬买某些股票稳赚不赔，进行非法荐股，涉及的账号已被依约关闭。网信部门在此提醒广大网民树立正确投资理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金融信息辨别，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远离非法金融活动，谨防个人财产损失或信息泄露。同时，网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也呼吁广大网民积极举报问题线索，也就是网信部门出手整治这些所谓的荐股、炒股。我想大家如果经常刷这个微博或者短视频，也会经常刷到这些账号，因为我要做胡适节目，所以关注的一些财经媒体比较多，所以一刷它平台，它通过算法，它也会推荐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看。网信部门出手正当其时，荐股忽悠你去买股票，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是直接骗你的钱。这个咱们在节目里介绍好多回，你进了炒股群，那个群里面除了你自己一个真人之外，剩下的全是托，甚至都是机器人托、AI 托，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杀猪盘。这样的节目咱们介绍过很多回，咱们从几年前就介绍，但是到现在这样的事情居然层出不穷，络绎不绝。前两天应该是10天前，央视又报道一个关于炒股的诈骗。这个报道的是北京的一位马先生，也是被拉入一个炒股群。这一幕跟咱们以前说的一模一样，群里面每天都有人晒收益，说我今天抓了几个涨停，昨天老师给我的哪只股票我又涨停了。这个马先生信以为真，打电话也有客服就说使用他们的炒股 APP 叫国海润筹号，可以在涨停时买入，每天都有10个点收益，但为了躲避监管，只能交现金充值。为了验证真实性，马先生他也知道，他觉得这样的骗子很多，他为了验证真实性，他私下打听，在群里私下加了几个晒了收益的网友，对方表示已持续跟进该操作几个月都没问题。马先生自己掏了200块钱也试一下，结果发现果然没问题，而且钱还能取出来。这一下马先生就放心了，他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觉得这个很靠谱，所以马先生从银行取出了22万元现金，准备到指定地点给自己所谓的股票账户充值。大家看视频。这个手提袋的主人是北京市民马先生。今年4月底的一天，他用这个袋子提着刚刚从银行取出来的22万元现金，赶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马路边，打算把钱交给几个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4月初说起。我是有一天在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个网友的留言，说有一个公众号，炒股挺厉害的。加完之后呢，他们就把我拉到那个群里，然后他们有好多人在里边晒这个收益，说通过炒某一个股赚了多少钱，每天都有人晒这个。他们分享的那些股是买不进去的，因为每天都是涨停，涨停完了之后，普通软件是买不进去。在股票投资中，有种观点认为，涨停的股票势头较好，第2天可能还会继续上涨。但涨停板往往卖单少，实际操作中能在涨停板成功买入的概率很低。因此，看到不少人说买到了涨停板的股票，并且买入后还在继续拉涨停，马先生立刻来了兴趣，并找客服进行了咨询。他们现在证券公司进行股票的拉升，但是呢，这个不能是对外的，所以需要用他们的一个专用的账户进行操作。可以在涨停的时候买入，
然后在第二天涨停的时候卖出，相当于每天都有10个点的收益。随后，这名客服给马先生发来了一个链接，通过链接，马先生下载了一款名为“国海运筹号”的炒股 APP。为了验证真实性，马先生还在炒股群里私下添加了几个晒了收益的网友。然后我就找了群里的2个人去核实这个事儿，就说这个是不是操作能成功，然后提现有没有问题。他们说一直跟了好几个月了，都没有问题。我通过那个软件操作的时候，也确实看到了这个数字在变化，跟实际的咱们那个正常的软件里面股价也是一样的。我怕这个软件有问题，我也尝试了小额进行提现，当时也是能成功。验证之后，马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心，决定多投一些钱进去。这时客服告诉他，由于特殊原因，目前只能通过交纳现金的方式往股票账户里充值。说他们不能让证监会发现他们在进行这个违规操作，所以需要呢通过现金的方式交给他们，他们通过他们内部账户的划转，把这个钱充到我的账户里边。比如说我明天想充多少钱，然后我把现金取好之后呢，拍一个照片给他们，证明就说已经取现成功了。然后给他们预约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他们到时候会安排人来取。我们看到马先生从银行取出了22万元的现金，准备到指定地点给自己所谓的股票账户充值。但是还没等出门，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就找到了他。我们接到了反诈中心的这个预警线索，部署相应的警力马上到场。见到他的时候呢，这个钱还没背在身上，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先这个稳控事主，把这个钱先保存在咱们民警的视线之内避免这个钱的损失。他就说我这是正常的这个炒股的理财，之前已经赚钱了。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被骗，马先生主动打开国海运筹号的 APP， 向民警展示自己的盈利。这是买入的，卖出是19块3毛1是吗？对，是他给你操作，你自己操作？我自己操作。他让你是这个时候买，这时候买。对，在2点半的时候我买入，然后当时你对这个了吗？对了。是一样的是吗？一样的。你现在这软件你都不是从 APP 应用市场里下的，它能是真的吗？我都不说99%，100%都是骗子。他的 APP 是通过链接来下载的，而且是对方骗子提供的链接下载的。从这个链接的下载上面来说，这首先就是错的。第二就是他所使用的这个软件的，无论是界面也好，还是这个投资回报的这个比例也好，这明显超出了咱们正常的范围。第三就是聊天的这个过程中，使用的这个聊天软件也是不正规的不是咱们大众所能见到的聊天软件通过这几方面细致的给他分析，最后他选择了相信。经过民警耐心的讲解，马先生逐渐意识到事情确有蹊跷，于是告诉民警，当天下午1点半，他将到约定地点给对方送钱。我们就抓紧布置了这个抓捕计划，跟随着这个事主提前到现场进行预伏。大概1点半整的时候，旁边停了一辆车，下来的人这个行迹比较可疑，鬼鬼祟祟，而且远处还有望风的人员，车上还有司机，立即下令将这个3名嫌疑人一举抓获。在讯问中，3名男子对自己协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的行为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介绍，马先生遭遇的是典型的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跟以往不同的是，诈骗的最后一步正在从虚拟世界走到线下。当受害者被话术操控从银行取出大量现金后，这些钱并未直接流向骗子的账户，而是通过刚才短片中的现金搬运工层层转移，最终消失。这种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的模式，正成为电诈团伙洗钱的主要手段。马先生告诉记者，怕软件有问题，最初他只投入了200元，然后再把200元提现转出。虽然没能实时到账，但看到钱最终拿了回来，他一下安心了许多。如今看来，提现时需要审核，而且不能实时到账，就是破绽。在现在看来，就是他们这个群里的基本上都是托，可能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都是为了让我相信这个局而专门设的。如果采用这个银行账户转账的方式呢，诈骗分子在获取到最后到他这部分收益的时候啊，或者是他这部分赃款的时候，会跟其他的一些下游的这个诈骗环节进行一个分成，所以说他们这个收到的这个赃款会有一定的数量减少。通过这现金交付、黄金交付还有储值卡交付呢，他们会实时的得到这部分赃款。也是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如果有人让您通过柜台取现，安排同伙上门取，或者是让您购买投资金条、储值卡等等方式向他发送这个实打资金，这都是诈骗，一定要谨防此类诈骗手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能够层出不穷，就一直在发生？我觉得媒体都天天在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贪，主要就是贪。马先生，很多像马先生这样的人，他们就相信不劳而获，这归根结底本质就是贪。如果你不贪，骗子根本就无从下手，怎么骗都没有用。骗子能下手，他能得手，他就利用人类两个缺点，一个就是贪婪，一个就是恐惧。你看看这个马先生，他明明知道这是骗局，但是在贪婪的驱使下一样会上当。他虽然验证，他说拿200块钱也能取出来等等，但人家就是利用了他贪，这叫钓鱼。钓鱼人家也打窝，钓鱼还得撒点鱼饵嘛。当然了，我们老说对吧，上当受骗的人都是贪，这个也无济于事。为什么这样的骗局会层出不穷？这些受害者怎么样上的当，怎么样加的群，也就是说这骗子是怎么把自己宣传出去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我如果贪，但是我接触不到这样的群，我也上不了当，那我怎么接触这些群？实际上就是这些媒体平台。所以网信办出手打这些账号，我认为还不够。这些账号是骗子，应该关，甚至应该抓人。但是平台的责任非常大，什么微博，什么抖音。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以微博为例，我刚才说了，我为了做节目，经常会刷这些财经类的媒体。我在以前也说过，你刷微博上面，首先第一个就有广告，他那个广告全部是什么财经类的，教你怎么炒股的。我以前还投诉过，就不停的刷到，我删，我取消关注，他不让你不关注，你也会刷到这个广告，我就点开说不欢迎这样的广告，就这么操作的没用，他还给你推荐。我投诉这个广告，他还给你推荐，这就是微博平台。后来好了，实际上这个广告后面，你知道人家花这么多钱做广告，难道他真的是指望你看了之后你就跟他炒股吗？你去关注他就行了吗？根本就不是。他希望你马先生，他一天只要蒙一个就够了，赚几十万，平均一天只要有一个人上钩，那不是几十万到手吗？后来这样的广告少了，我坚持投诉。好，什么账号多了，莫名其妙的，我也不关注这些人，但是他会在你的首页不停的出现。什么账号？账号名字我不记得，他的内容都是写什么？他也是紧跟今天的股市，他会写今天圆满的完成任务，赚了7个点。有的账号的名字就叫什么2个月实现翻倍，他账号名字后面就带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吧？那天不管股市走的好坏，他那个内容都是今天又完成多少，总之就类似这个内容。好在我是不炒股，所以我对这个内容不感兴趣。那如果马先生这样的人看了，你想想，他不就是贪吗？他一看这人炒股怎么这么厉害，都是赚钱的，他就会留言。他这样一留言，他这样一关注，有人就会给他发私信，因为知道你关注我，你不就是想炒股赚钱吗？他就会定向的去跟他营销，骗一个是一个。他的粉丝比如20万或者5万，那只要1/10的人上当，那也有5个人。你只要一关注，他就会给你发私信，或者有别的账号给你发私信，这个都不重要。总之他知道你第一步上钩了，你只要关注他的内容是能赚钱的，他就知道你肯定是不劳而获，贪是他的目标客户。还有留言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这骗子屡禁不止，怎么打都打不绝，跟平台有极大的关系，平台纵容。当然了，你说归根结底还是你贪上当受骗，你这么说也可以，但是你这个平台是纵容这些违法犯罪，也就是说他那个诈骗广告现在越来越伪装的越来越巧妙，他已经不是那么生硬的就骗你入群，什么我这是炒股群，这个是平台都已经给你封了。但是他知道你贪，他通过这种擦边引起你关注，引起你兴趣，平台应该加大这个力度。还有一种喜欢看那些牛人，我告诉你，微博上这种人是特别多，这种账号我一看就知道都是骗子。因为你作为老股民，你是真的炒过股的，你知道微博上很多人就晒自己收益，但是他晒的比较隐晦，他不能直接晒，直接晒微博也是会封杀这样的账号的。有人是通过晒收益
吸引粉丝。那通过晒收益吸引粉丝的，十有八九是要骗人家钱的。还有一种是晒自己的，不叫收益了，我每天赔多少钱，对吧？我每天都赔钱，我赔得很开心，他也能吸引很多粉丝，他也有他的目的。晒收益的以前是占主流，有的人自己还画收益图，每天都更新，网上也很多，好像我看那个账号，有好多账号已经被处理了，那一看就是骗术非常低级。但是你架不住这个网上的粉丝网友，他是8到15岁，不更低级吗？所以你不要担心骗术低级，你再低级的骗术，你也能吸引到很多人上当。我看网上还有人粉丝上100万的，100多万的这种。我的胡适节目，我每天讲道理，我不说哪个股票，除非被媒体报道了这个股票怎么样，我通过正规的财经媒体去看。我本身就不看好胡适，我更不可能推荐股票。但是你不能否认，看我节目的，尤其是股市节目的，很多人对股市非常感兴趣。这个很显然，就有人会在下面做广告。他做什么广告？他也不是说你跟着我炒股，你不是的。你说胡适不能炒，他说他能炒，他现在收益100%了，他现在收益30%了，会在我的节目下留言。像这种我不会仔细去分辨，我觉得我不需要的，我只要看到他说他挣了50%，我就认为他是在做广告，他想吸引骗我的粉丝上当，所以我就会直接把他拉黑。我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在我这儿你留这样的留言，你说白了你就会吸引那些他对股市感兴趣。但是我这个节目的基调是股市骗局多，现在不值得投。他在下面留言，他是幸存者，那我就担心我的粉丝啊，有人看了之后心动了，就跟他联系私信，那么就存在被骗的可能。所以我的节目下留言，只要说留他挣了多少钱的，我都给他拉黑。在我是第一反应，他就是个骗子。炒黄金的也一样，炒比特币的也一样。所以说我们啊，第一，我们要避免上当受骗，那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戒贪。你就不要老想着天上掉馅饼，不要老想着看个什么东西我一买它马上就涨10%，涨停了，第3天马上就财富自由，不要有这个想法。在这个时代经济这么低迷的时候，你现在要务实一点。我的本金不丢了，那我现在已经烧高香了，我成功的把本金给保住了。几年前经济高速发展，你都赚不到钱，现在经济低迷，你怎么还想起来还能多赚，逆风飞扬？所以说务实一点，这样谁也骗不了你，怎么骗不了。你把钱放工行里面，只要谁让你把钱从工行里掏出来，那都是骗子，把你的钱焊死在工行。第二个，不要被别人忽悠，不要看别人我赚了50%，我现在赚了80%。我告诉你，这个人只要说这种话的，你第一反应他就是个骗子，吐他一脸没毛病。即便他现在挣50%、80%，他能挣到最后吗？他只是暂时的。如果他说的是真话，他也只能说他暂时赚了这么点。只要他继续赌下去，只要他不出来，最终还是以血亏出来。经常看我节目的，我相信一般的骗子很难得逞。但是你保不齐你身边还有父母，对吧？同学、亲戚、姐妹，他们很容易被别人骗，你不知道被谁一忽悠，把钱取出来买这个买那个，投资。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如果你想炒胡适，那你拿3万、拿2万、拿5万，你就当这个钱没有了。我去胡适，我就体验一下，我就找刺激，我就感觉很舒服。你把这当个消费，你去景点旅游，你不也要买门票吗？你去洗脚不也得298 1小时吗？你把这当消费，那也无所谓，反正是花了就花了，不要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什么靠这个还能发家致富。如果你要觉得你那5万来之不易，那你就别消费，把它省下来。实际上我每天聊一期胡适，实际上就是不厌其烦的反复的告诉大家，胡适本身它就是个骗局啊。这很多人还没有真正到骗局那儿，半路人就被别的小骗子给骗了，也挺冤的。本来想去那个真正的骗局那儿死个明白，结果还没到真正的骗局那儿就被人截流了，这个也是很遗憾。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